老夏，这找啥呀？这想找啥？长油呀！找过了，还找啥？那这葱姜蒜都长不好。你看找你那吃的叫肥死。那哪家是？那你那院是打资本规格的上了。我怕他给偷了我脸喽。油烟机都不知道打开吗？我看，你看他那你看一年没见的这个什么饭？还找啥？这还找啥？想找辣椒？对，找啥？想找辣椒是想找啥？找辣椒？都找完？找完。你看他有学问家是，你看。快了，滚！看，你看这啥材料都不差，别了。你剩饭了，你给恼死我了。哎呦，你那好了呀，还在打人嘞！我叫你气的，我都不当啥。这小孩子一准，你看我不来，你给叫来。他买我菜了叫来，能不来吗？买我菜了，咱叫我来接了。你看这，弄这个。